嚟到體育節嘉年華，好開心。我覺得好開心啊，有好多嘢玩。我希望透過呢個體育節咧，就希望大家多啲試下啦，就投入體運動，一齊起嚟咧，養成健康積極嘅生活嘅態度。今年體育節以全民起動、運動同樂為主題，無論你哋係熱愛競技嘅運動健將，又或者係希望投得輕鬆嘅運動體驗嘅初學者，都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活動。全民起動，運動同樂。